少陰天，媽咪就要人帶遮，都唔知咁樣好麻煩。不過老師話啲渠務工程就好似把遮咁，好天嘅時候大家都唔理佢，仲要驗呢樣嗰樣，到落雨先知佢幾重要。每年雨季，大雨會令港島低洼地帶發生嚴重水浸。為咗改善水浸問題，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係渠務處重要工程之一。我哋都要支持佢哋，為防洪做好準備。我以為落大雨會涼爽啲，仲有時可以唔使返學添。但係媽咪話，有啲人可能冇咁好彩，有時仲會因為落大雨而影響到佢哋嘅生活添。係啊，香港每逢雨季，好多時都會落起滂沱大雨。多年以嚟，我哋都一直面對住水浸嘅威脅，而港島北沿岸一帶位處低洼，又背靠高山，加上呢區嘅雨水渠道好多都係喺幾十年前建造。經過咁多年嚟嘅城市發展，已經唔能夠應付今日嘅需要，所以每當暴雨加上潮漲，喺呢區嘅低洼地方就好容易出現嚴重水浸。咁唔單止對市民帶嚟好多嘅唔方便，亦會令整個香港經濟受損。呢個位咧係嗰日暗嘅水平啦。一有雨嚟嘅時候咧，我哋全部係晾起晒，買晒啲木凳啊。金鐘地鐵站嗰邊起就到差唔多而家天橋呢個位嘅位置，就水浸都幾滿㗎，都成條馬路你都會見到，都會係水咯。損失咧，即係中間呢度呢啲嘢全部唔要得啦，嗰啲玻璃樽啊跌晒。我都唔明點解每次想出去玩就會落雨嘅，唔通香港真係咁多雨水？咁係因為香港位於亞熱帶地區，每年平均降雨量大約為2200毫米，係太平洋沿岸地區最高降雨量嘅主要城市之一。所以渠務處一班工作人員，由前線嘅通渠隊員工到幕後嘅工程師，多年嚟都未雨綢繆，緊守崗位，不斷致力改善港島區內嘅排水設施，為防洪做好準備。我希望咧就係我哋渠務署能夠力求卓越，將我哋所有工程咧做到世界第一級。期望喺本樂街上環嗰個抽水站咧完工之前，做啲嘅緊急嘅防措施，盡量令到水浸發生機會係減低嘅。我記得我哋出到去咧，真係好犀利，啲洪水咧四面八方咁落晒落永樂街。嗰日係我哋咁多年嚟最難忘嘅一刻。我哋都希望盡快把而家呢個抽水站快啲搞掂，等到啲市民開開心心啲開門可以做生意。其實我都好明白佢哋而家嘅情況，同埋喺水浸期間帶嚟嘅不便。希望嗰啲工程完成咗之後咧，可以為佢哋舒緩水浸嘅問題。我哋係渠務處嘅直屬員工隊，係通渠嘅，最開心係幫到人咯。即係有時人哋間鋪浸咗，你通咗，人哋都會多謝聲你，嗰時最開心咯。冇做完嗰個 job 之後咧，其實自己都有啲自豪感㗎。原來大家都為咗將啲雨水排出大海而付出咗咁多，就算落好大雨都咁努力做嘢，咁落雨冇得玩都好小事啫。香港島嘅地勢係山多平地少，喺落雨嘅時候，大量嘅雨水會由山上面急速咁流向市區嘅低洼地帶，所以舒緩港島北部嘅水浸威脅係渠務處嘅迫切任務。其實渠務處喺多年前已經開始策劃，利用創新方法為港島北部地區提升防洪水平。其中一項係耗資大約30億元興建嘅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工程已經喺2007年11月展開，約需5年完成。呢項工程主要係利用隧道鑽挖機喺半山建造一條由大坑伸延到數碼港嘅主隧道。主隧道長約11公里，直徑約7米，即大約有2層樓咁高。此外，
工程仲包括建造34個分佈喺半山嘅入水口，同埋約8公里長嘅連接隧道。當工程完成後，喺大雨期間，上游集水區嘅雨水會首先被截流入隧道入水口，然後再經過豎井同連接隧道流入主隧道，最後雨水會經主隧道排放到數碼港附近海域。透過呢個截流方法，可以減少流到下游雨水嘅流量，從而減低下游集水區嘅水浸風險。呢個方法仲可以減少喺下游地區開挖道路建造渠道嘅需要，以減低對港島區繁忙道路嘅交通影響。另外，針對上環低洼地區，渠務署喺2006年進行咗2項工程，包括上環雨水抽水站同埋皇后大道中雨水截流渠工程。工程完成後，上環部分嘅雨水會經過截流渠分流到其他地區嘅排水口排放。喺上環嘅現有排水口則會裝上水閘，防止海水倒流，而落喺永樂街一帶低洼地區嘅雨水就會被引流到上環抽水站地下嘅儲水池，然後再用抽水泵排出大海。落雨究竟要幾大個儲水池先至夠啊？呢個地下儲水池儲水量達到9000立方米，即大約有4個標準游泳池咁大。抽水站只需要7分鐘就可以抽走成個儲水池嘅雨水，足以應付50年一遇嘅暴雨，可以有效舒緩上環一帶嘅水浸威脅。除此之外，渠務署仲會喺西環、中環、跑馬地、銅鑼灣等等嘅地方擴大舊有嘅雨水渠，嚟改善個別雨水渠排水量不足嘅情況。喺工程施工期間，或多或少都會對附近嘅市民帶嚟不便，所以渠務署早喺籌劃港島北嘅各項防洪工程嘅時候，喺選址、建造方法、成本效益等方面都經過周詳而又審慎嘅考慮，務求減低喺施工期間工程對交通、環境同公眾嘅影響。當呢啲工程完成後，港島北沿岸地區，尤其係喺上環、中環、金鐘、灣仔一帶嘅水浸風險就得以減低，港島北整體嘅防洪能力就可以更有效咁提升。因為水浸而對公眾帶嚟嘅不便、經濟損失、交通影響都會相應減少，對社會發展帶嚟益處。09年啊，喺下面整過嗰啲大個嗰啲，希望佢整得好啦。因為一水浸真係好驚。我希望政府可以搞好呢個地區嗰個水渠嗰啲啦，嗰啲水渠可以疏通啊，咁令到我哋返工可以方便啲啊，唔使話成日落雨就水浸。我婆婆話以前新界有好多地方都有水浸㗎，但係而家好咗好多咯。排洪工程完成咗之後啊，每逢雨季啊，啲農作物唔會失收啊，同埋村民出入啊方便好多啊。一水浸咧就成屋家私啊、電器全部冇晒，連間屋都浸到爛晒。自從咧有個排洪嘅工程啊，咁啊整咗個大水池就喺個圍後邊嗰度。呢10年8年咧個水患咧就已經冇咗噶啦。原來喺新界區有咁多成功嘅工程例子，咁第日就算落大雨，住喺港島北嘅朋友仔都唔使咁擔心啦。針對香港島北部，從堅尼地城到銅鑼灣一帶市區所面對嘅水浸威脅，渠務署已經開展咗耗資30億元嘅港島西雨水隧道工程。當工程完成之後，港島北部個水浸風險將會大大咁樣降低，優質嘅生活環境將會更有保障。喺工程進行嘅期間，我同埋渠務署一班嘅專業工程人員一定會盡一切嘅努力，以減低工程對公眾造成嘅不便。我深信喺大家嘅支持、諒解同埋包容下，我哋一定可以盡快順利完成工程。